行社、重庆传奇旅行社等多家旅行协会。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界朋友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今天活动共有4项议程，现在进行第1项议程，举行升国旗仪式，请全体起立升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音乐呢？现在，请大家坐下。现在进行第2项议程，请阿坝州镇西副主席、中共黑水县委书记刘云健先生致辞。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朋友们，冰川胜捷，最美千里斑斓，彩林缤纷，满目盛世华光。一年一遇，我们再次相聚冰川之下，彩林之乡，隆重举行2019年四川红叶旅游节暨黑水县第7届冰川彩林的开幕式，共商发展盛举，共品冰川盛韵，共赏彩林盛宴。在此，我谨代表中国黑水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全县6.2万各处干部群众，向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新老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黑水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衷心的感谢。黑水地处川西北高原，这里藏羌文化底蕴厚重，红色文化源远流长，自然风光精美绝伦，大长征、大冰川、大彩林、大雪山交相辉映，熠熠生辉。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亚洲面积最大、色彩最丰富、观赏性最长的彩林，与亚洲海拔最低、年龄最轻、索道最高的达国冰川动静相伴，淡墨浓妆，相映成趣。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军3进3出黑水，翻越了3座大雪山，召开了著名的芦花会议，长征精神世代相传，坚定着我们党不变的初心。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藏羌文化演艺传承、交融共生，民俗文化、服饰文化、餐饮文化、农耕文化神秘古朴，异彩纷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喀斯达温是远古部落征战的狂舞，阿尔梅多声部是高原民族放过天来的疾呼。在这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上，我们始终保持购药经济专注定力，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将旅游文化产业置于县药经济最前端，着眼川西北阿坝生态示范区建设，实学用力，强基础、优环境，促融合、提品质、新业态，立足全药全市，加快建设冰川彩林国际旅游目的地，努力走出一条农旅文深度融合、1、2、3协同发展的融合之路。一年冰川，见证初心入派，万峰彩林，守望使命如山。黑水的发展离不开各界领导的关心与支持，离不开各界朋友的关注与厚爱。我们将以节为媒，以会为友，持续办好冰川彩林季系列活动，不断深化对外交流，更好融入发展大势，以高质量发展造福倡旨，惠及群众，牵手一季，相悦一生。我们真诚地期望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黑水，支持、帮助黑水，宣传、推介黑水。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携手同心、砥砺奋进，黑水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最后，真诚祝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扎西得嘞，拿起拿路。祝2019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及黑水县第7届冰川彩林生态文化旅游季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现在进行第3项议程，请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费世明先生讲话。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黑水县的父老乡亲们，圣洁冰川雄奇壮丽，缤纷彩林，斑斓多姿。在这层林尽染、流光溢彩的美好世界，我们欢聚一堂，喜迎2019年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及黑水县第7届冰川彩林生态文化旅游季。在此，我谨代表省林业和草原局向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媒体朋友们以及黑水县父老乡亲们表示最诚挚的问候。黑水县地处阿坝州中部，境内自然生态优越，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厚重，拥有一眼万年的冰川胜景、神奇瑰丽的卡龙沟、流光溢彩的80里彩林、巍峨雄壮的山坳雪山、古朴神秘的12股藏寨等众多旅游景点，享有圣洁冰川、多彩黑水的美誉。这自然与现代交融之美，历史与人文和谐之美，在这里美轮美奂，展示着灵山秀水、圣洁多彩的最美神韵。近年来，按照省委1和5代文化旅游发展新要求，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建设生态文明，黑水县着眼冰川彩林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定位，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县各处干部群众，不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宣传营销力度，作有旅游发展环境，激活绿水青山的生态产业的动力，走出了一条全地域布局、全时段延伸、全要素集聚、全方位营销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让慕名而来的八方游客身在华中，流连忘返。我们相信，随着冰川彩林季活动的持续举办，黑水旅游产业必将迎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希望黑水县委、县政府保持专注发展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强抓机遇，优化景区布局，丰富旅游线路，强化旅游服务，树好旅游形象，以苦干实干之举，全力加快冰川彩林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助推乡镇振兴。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诚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扎西德雷，拉吉拉鲁，谢谢。现在进行第4项议程，请中国阿坝州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欣女士宣布开幕。
有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及黑水县第7届滨川彩林生态文化旅游季开幕。完毕，下面有请主持人上台主持文礼汇演。Streams are swollen, keep them doggies rolling rawhide. 这个普鲁克塞关那了，出去了吧？不是当然单那个多，混你啥？把你拍个进，跟你打个赛进。各项这位我去南吧，跟着南吧，咱先特别车车中个有没本当连接，去南吧，各看着。尊敬的各位领导，黑水县的父老乡亲，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嘉宾朋友。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2019年四川红叶生态文化旅游节暨黑水县第7届滨川彩林生态文化旅游季秋季开幕式的现场，在此向所有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大家。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Welcome to the 2019, the 7th Color Forest Festival. I'm the bilingual stories from Hong Kong Satellite Television. Such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with everyone to share this spectacular moment.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I'd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ly gratitude t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coming. 谢谢。Мудуник житче, зыптуни скармана засыше. Цучуглумба кенди эрбис быктавастастапаше. Пукшак зыгжус таурактыры засыше. Биздыша, шихужа. Бисидяха ан заматиша, салуташа, хсаша. Эшинака ан зоша. Же жобнамба. Дери намхата ганжы ютидыре. 真干当卡当，在我念得着。的大脑路下些这些人行啊，这种偏僻对劲的难得。我从念得了天中兄弟，搞完蒙当，这我东给过呢，出去龙比对劲的啦，念得什么有？是的，亲爱的朋友，金秋10月的作曲，满山的彩林吐露着醉人的芳香。 那是为新时代的幸福而绽放，呈清风清香四溢。今天呢，在这如画的山水间，多彩黑水向您敞开艳丽的怀抱。滨川圣洁，森林广袤，藏寨古朴，宗教神秘，景色与民俗在此完美的融合，璀璨夺目。没错。 自从精准扶贫以来，
黑水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奋斗，从原来的吃不饱穿不暖，再到如今的吃得饱穿得新还住得好，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家家通水电，生活质量步步高。没错，今天在这个吉祥美好的日子，热情善良的黑水人民怀着感恩的心，载歌载舞，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家乡黑水越来越美。
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吗？扎西德勒。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一个美丽的家。我们在同一片热土上，同铸就中华文明美。我们拥有相同的信念，期盼着家国共和美。我们追求闪光的梦想，致力于作曲腾飞。民族的花朵在这里绽放，簇拥着祖国母亲，装扮着作曲每一个家，让作曲的明天更加辉煌。手中的小红旗好吗？谢谢。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一个美丽的家。我们在同一片热土上，同铸就中华文明美。我们拥有相同的信念，期盼着家国共和美。我们追求闪光的梦想，致力于作曲腾飞。民族的花朵在这里绽放，簇拥着祖国母亲，装扮着作曲每一个家，让作曲的明天更加辉煌。我们用爱凝聚力量，把爱洒在每一个家，用爱建设富强民族，让作曲的明天文明和谐。春满作曲。好，谢谢。我是我们黑水的本土歌手楚司机。很荣幸呢，再一次回到我的家乡，能够参加我们的彩铃节。希望我的家乡作曲的明天更加辉煌，更加腾飞。扎西德勒，谢谢。Jaha dekataji George ka sahoini. Jaha George be ni shi zama tigre. Shoruk be ni shi salo tagre.
أكوتين جها توجي زبزرقة هتا جوجلان إيش خلبجي بسيك زعمته عرس عري ناس جيجما بسيك سلوته عرس عري ناس هجما ري جوب نمبا نيندر هو سمجة نانكا يانلا تونجي جا刚认字نيندر سيندو个拿擦多啦想想个求问吧念的呢节度也等我为车车龙巴的 The suture and bodice sculptures depict a legend. Taizhou is located in the east of Zhenrou, where there is a great mountain called Ataki. 亲爱的朋友们，黑水这片神奇而又秀丽的热土啊，这里有大冰川、大彩林、大雪山、大长征，这4大旅游王牌啊，可以说就像我们秋收时那一粒粒丰硕的成果，让我们所有人美在了眼里，爱在了心底。是的，最美金秋看川西，最美川西看黑水。金秋10月，大美黑水处处迷人。冰川与彩林交相辉映，雪山与藏寨相映成曲。今天在这样一个喜庆欢乐的日子里，热情的黑水儿女身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喜迎八方宾朋。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1篇章大美作曲。下这个东京前边我这个混蛋男把切磋点模音喽！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父老乡亲，大家上午好！漂泊异乡的孩子回家了。今天为彩玲姐，写的一首歌，一首《黑水汉子》，带给你们，谢谢。是我们的脊梁，梦想是我们的翅膀，路迢迢，水茫茫，黑水汉子走四方。在心灵流淌，自信装满了胸膛，路迢迢，天苍苍，黑水汉子敢闯荡。哦，高原的雄
住着太阳和梦想。啊
乡亲们，大家上午好！我们是来自小金县的4姑娘姐妹组合。欢腾的阿爸，幸福的家园，浓浓的情谊装满心间。冬去春来，格桑花开，风雨过后美丽然。来吧，朋友，朋友，献上几杯的发达，我们相聚在阿坝。献上几杯的发达，我们相聚在阿坝。飘香的奶茶，飞舞的龙达，高原的风情，歌儿唱不尽。宾客来到，笑逐颜开，美丽阿坝令人眷恋。来吧，朋友，朋友，敬上甘甜的美酒，我们相聚在阿坝。敬上甘甜的美酒，我们相聚在阿坝。哦耶嘿啦啦，哦呀嘿啦，哦耶嘿啦啦，哦呀嘿啦。敬上甘甜的美酒，我们相聚在阿坝。敬上甘甜的美酒，我们相聚在阿坝。啊，不看。打好几遍我一个，打好几，打好几，哎。Mo pupi ma, mo sa dipin. Pudoy ma. Pudoy ma. 작티마다 작티 스피입니다. 못 복사했디.
哎呦，他饿死么不别哭？哎呦。哎，哎，二估计，哪估计大叔？你在咋子？嘿，你这个人，人家都劳动回来了，你这还在起来？走走走走走，你去扫地。又想啥子？哪估计大叔？烟一该给了。没得没得，我早就戒烟了，没得。那天气这么冷的，酒一口给我吧。嘿，你这个人又开始喝酒了。走走走走，一天喝啥子酒嘛？你去扫地。哎呀，你这个人，你一口给嘛？没得没得没得。我还没得还那么晚。走走走走走，你去扫地，走走走。要求你来管，我扫地我晓得去扫。哎，这个鬼老汉歪得很。走走走走走走走，就没得说，你看。哦，这个估计。那我走了。走走走走走。啦你什么？走了。走了，我走了。哎呦，这个二估计又在偷我的酒，这个人一天喝烂酒，可惜喽，年轻小伙子。哎呦，这个酒，哎呦，猛喝酒。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哦。哎，还好我们今天喝水是大太阳。哎，哪个大叔？哎呀，你走，你来了。哎，你走。我走。最近降温了，你要注意保暖哦。我呀，书记，冷得很。哦，就是，我刚刚烧了一壶热茶。哦，热茶安逸。安逸得很。我要，安逸得很。来。哎呀，书记。这几年你们为了这个脱贫攻坚，辛苦惨了，更是累惨了。没有，我们是应该的，我们大家都在努力，我们大家都辛苦。哎，你看，虽然说我们累是累了一点，辛苦是辛苦了一点，是，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我们最终的这个成果。我也。你看我们现在喝水的变化好大嘛，变化大得很哦。所以呢，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我们的这个关心和关怀哦。我也。哎呀，书记，我跟你说，我呢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黑水人，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党，感谢这个政府啊，政府好得很哦。你看现在黑水的变化是越来越好了。对的。其他的不说，我跟你说。以前我们去这个成都省，那远得很，沙巴歇一个晚上，莫县歇一个晚上。你看现在几天的路程变成几个小时就到了，书记。对的，拉估计大哥，我们现在这个公路它还在加宽，过去的省道啊，马上就要变成国道了。哦，那方便了。以后的交通啊，就越来越便捷了。我也。你看嘛，我们现在喝水的变化那么大，我们的这个精准扶贫搞得也是热火朝天的。是，书记。还有你看我们这个喝水的文化旅游搞得好不好嘛？好得很。包括我们的这个2年1检啊，都已经逐步的落到实处了的。是，书记。我们就不说远的大的哦，远的大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就说细的，我们就说小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喝水的老百姓，
他到街上去买东西啊，是，都不用揣现金了。就是啊，书记，你看我这个小卖部都有这个二维码收付款哦。哦，你这儿都已经方便得很。扫码支付，哦呀，方便又快捷哦。是，就是书记。哎呀，所以说呢，哦，我们现在一定要感恩党。是。我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个党下这个黑水，它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新貌。你说对不对？是，书记。是啊，就是现在啊，真的这个政府好得很。哎，书记，不好意思，我电话来了。你接。哎，书记，你看，我这个儿子扎西电话来了，赶快接。喂，扎西。哎，阿爸。啊，不是，老啥个都是嘛那怎么人？都是嘛。我呀，儿子。你这次回来一定要把这个儿媳妇给我带回来哦。啥子儿媳妇？嘿，你这个娃娃，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那边有个啥子小妮吗？啥子？这次春节一定带回来啊！啊，开玩笑的，阿爸，这次给你一定带回来。我呀。对了，阿爸，给你一个好消息。我打算这次回黑水就不走了。哦，儿子，我跟你说，你在外头一定要把这个技术学好哦。好，阿爸，好，我现在这边有点事，就先挂了啊。我呀。书记，你看，我这个儿子扎西，他说这次回来，他把他的女朋友带回来，好福气，优秀的很，大学生哦。大学生好。我跟你说，书记，他自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外头学这个种植技术。哦，这个专业好。就是啊，这个技术好得很。他还刚刚给我打电话，他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哦，准备在这边搞个啥子返乡创业这么个事情。那估计大哥，返乡创业好哦。哦，现在的大学生些啊，就应该这样，就应该把他们在外面学到的这些新技术、新理念拿回来，用到家乡的发展当中。哎，你给你的扎西说，你给你的儿子说，喊他放心大胆的回来，放心大胆的干，我带头，我们全力的支持他。谢谢书记。啥子声音哦？二姑鸡啊，我们村上那个二姑鸡，一天喝烂酒。今天早上我这小卖部偷了一瓶酒，我都假把意思没看到。对了，你不提醒我，我还忘了。我今天还过来找他，专门找他有事。你看这个二姑鸡，一天就喝烂酒。二姑鸡，二姑鸡，二姑鸡起来，我找你有事。二姑鸡，二姑鸡，啥子成绩？哪个嘛？过来，我找你有事。我大伙不是生酒气气哈。书记啊，来，过来，我找你有事。我要睡觉啊！过来，哎呀，过来，你看，走路都走不稳了。过来，哎呀，过来，这儿坐到。好烦我帽子，哦呀！过来，哎呀，二姑鸡啊，你没看到人家的做活路都已经回来了，清早八晨你还喝烂酒，来，过来这儿坐到。坐到。这鬼老汉，你看书记他还勾我。过来，二姑鸡这儿坐到，给我坐到。坐到。哎呀，啥子事嘛，书记？那估计大哥，你不晓得啊，我一直在给他强调，喊他把那个酒戒了，喊他把酒戒了。是吗，书记？我说你二估计咋就是不改呢？这个人，我改了。我改了，你改啥子了？我小碗改大碗喝了。你看书记他有，你都40好几的人了吧？二估计。哎，人家那些贫困户都脱贫了。哎呀，我说书记你好烦喂，有你这个好书记帮扶我还怕啥子嘛我？再说你不帮扶我二姑姐，你也完成不了任务嘛。是我帮扶你没有错，但你自己也要争气，对不对？
你40好几的人了，天天坐到屋头，就等到你还好意思说？我都40好几的人了，哎，连个婆娘都没得，是，你还好意思说？从头到尾看下你那个样子，有哪个女的愿意嫁给他嘛？是吗，书记啊？哎呦，你看到人家都脱贫了，哎，你不脸红，你不害羞啊？嘿，脸红，我害羞，我羡慕有用啊！啊，我脸红，我害羞，我羡慕微微，他把婆娘让给我。二姑姐啊，不说了啊！今天我过来呢，还是要问一下你。上一次我不是帮你专门申请了2只羊子牵过来，喊你养的嘛？你养的咋样了？哦，那个2个房子修的安逸，你看。不要扯话题，羊子。喝酒啊？3句话不离酒。又喝酒。羊子。啊，妈妈，我们羊子就不扯了，好不好嘛？我过来就是来看羊子的啊。哎呀，不说了嘛，书记。不要扯话题。哎呀，羊子嘛就拴到屋头的。拴到屋头，走，我们去看。哎呀，等一下嘛，听我说完嘛。啊，这那个拴到屋头啊，毛，尤其热天，一身啊胖扫土，臭得我睡都睡不着。他还嫌羊子臭，是吗？羊子不嫌你臭就口袋比了。我也。羊子，后头我拴到院坝头。院坝头走，我们去看。哎呀，坐到嘛，听我说嘛，院坝头来这个羊子，俺心讨厌哎，半夜这都还咩叫得我睡都睡不着。羊子叫了嘛，是他肚子饿了嘛？你不喂他东西吃，他肯定要叫噻。你这个手机又来了，哎，你这个是哦。羊子饿了就叫，我还饿哎，我没有叫嘛。你不要给我扯，直接说羊子养到哪儿在。哎呀，就那天晚上嘛。啊，我那个朋友采网多鸡。哎，跟到你一样那个酒鬼。又跟到采网多鸡一起。哎呀，他拿了两大2瓶猛喝酒。又是酒。然后人家采网多鸡拿酒嘛，我就出的肉嘛。啥子？哎，你看他，你把羊子吃了，你说你不要激动，你这个人，我又不是1顿吃的，1顿你还想1顿吃完？我2顿吃的，2顿。哎，你晓不晓得？我为了给他申请那2只羊子，哎，我嘴巴都说干了，我脚都要跑断了。你居然把羊子吃了！你晓不晓得那2只羊子是啥子样子？啥子嘛？哎，2只种羊，你居然下得了口你？阿毛，那个我错了，小姐，我晓得错了，我错了。说，你错哪儿了？错在采网多鸡我们俩吃羊肉的时候没有喊你嘛？这个二姑姐啊，嘿，你是。哎呀，二姑姐啊，算了。我对你是不抱啥子希望。来，过来，你坐到。我不坐哎，你过来，坐到。是，这个鬼老汉话多的。你看嘛，这次我过来呢，看下他羊子养的好不好，看下他的表现好不好，看下他有没有上进心。哎，如果他表现好的话了嘛，我还顺便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现在那吃不出来呀。哎，书记，你看我。你给我介绍个女的啊，长得漂不漂亮？漂不漂亮？现在跟到你有啥子关系了？啊，又来了！你看嘛，我40好几的人，那个想我的家都没得，能过能走啊哟，自己的饭自己做，自己被子自己订，我有啥子信心嘛？你介绍给我了，我就有信心了，好不好？坐到，你坐到。要得，书记。这样子的。我呀。那个女的呢？哎，她是我一个同事的帮扶对象，是芦花镇那儿坎底下的。前几年呢，她的爱人也就是她的老公，一直生病，为了给她老公看病，他们也是欠了不少的债。你看最后老公也没有医好，她自己又带个6、7岁的娃娃，所以说她的这个生活啊，过得是非常的艰苦哦。但是最后在我们这个政府的帮扶下，当然人家那个女儿自己也争气，不抢她。人家现在一边搞的是养殖业，一边还办了个藏式的那个农家乐，哎呀，生意是红红火火的哦。关键呢，这个女儿
他又勤快啊，心地又善良，长得也漂亮，年龄跟到他也差不多。现在那些都不说了。哎呦，你放心，书记，我当到拉估计大叔的面说，我二估计不嫌弃他有娃娃。啥子？你不嫌弃他，人家还嫌弃你嘞。哎呀，你就介绍给我嘛，看出嘛。你看嘛，你介绍给我了，我拉估计大哥，你也在，我不给你添麻烦。从此以后，我戒酒了，我跟你说嘛。哦，改掉我身上所有的坏毛病。哦，我好好的致富，好不好？我去把屋头收拾了，等一下你屋头来，我去洗碗，我去洗被子，我去洗衣服，我去哎呀，二估计。回来！你还洗衣服，你还洗被子，你这个衣服洗出来的水估计就跟到酱油差不多。过来，你坐到。要得嘛，书记，要得嘛。今天我过来了，还有一件事。哦。我喝酒。哎，书记，你又让他喝酒啊？我喝酒。拉估计大哥。我戒酒了。哎，二估计。你平时不是那么喜欢喝酒的吗？我不喝酒，我不是那种烂酒的人哦。今天我拉估计大哥，我们俩就陪你好好的喝一下。不喝就不喝哦。今天可以喝。啥子？今天可以喝。今天硬是可以喝啊？哦，可以喝。今天可以喝，今天。二估计啊，不喝啊！我戒酒了，你不要来这头，你才试探我。二估计说话算话耶！二估计啊，啊，你晓不晓得今天是啥子日子？你才晓得嘞！今天啥子日子，明天啥子，跟我一分钱关系不得。二估计，今天是你的生日。哦，啥子？书记，你在说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可以喝一点。啥子？今天是我生日。对。今天，听到没有？今天是我二估计的生日。自从我的阿爸阿妈走了以后。再也没得哪个记得我二估计的生日。不要说你们，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我是好久生的。啊妈，没有想到啊，书记，你那么毛的还惦记我这个懒汉的生日，我二估计简直不是人啊！二估计。谢谢书记。来，可能在这个过去的日子里啊，我对你的关心还是比较少了。今天你的生日，拉估计大哥我们两个就敞开的陪你喝。哎，但是今天以后你就不准再喝酒了。一定不能喝酒了。这样子，我们把这个酒都给他倒满。谢谢书记。把这个酒掺起。今天在这儿，我们俩陪你就陪你喝。来，哦，等一下，在喝酒之前，我还想起一件事。今天呢，我专门喊我们那个村委会的小区到县城头，专门给你订了个生日蛋糕。哦，还有蛋糕啊！这个好，我看这个时候肯定也差不多，我给他打个电话啊。好，书记。喂，小区。哎，书记。今天中午我喊你到那个县上去帮我订个蛋糕，你订好没有？订好了，已经取了，马上就回来了。哦，辛苦。你这样子，你把蛋糕拿到那个拉估计大哥的那个小卖部这儿啊。好，要得，马上。来，坐。好，谢谢书记哦，谢谢。坐。哎，书记，拉估计大叔。小区辛苦。二估计大哥，你看。这个就是。这是书记专门喊我去给你订的生日蛋糕。这个就我的蛋糕啊！来，小区你把它打开。来。我是没有想到哎。这个就是蛋糕，这个是给我二估计的啊。啊，专在哎，二估计大哥，哎呀，你找小区的嘛？我不是吃的啊。煮的嘛。阿妈还名头多哎。一看到他，
哦，还要插这个蜡烛啊！哦，蜡烛可以吃了不？还没有许愿啊？啥子许愿啊？许愿就是你看我双手合十，就阿弥陀佛嘛。啥子阿弥陀佛？双手合十，眼睛闭起来。啥子？然后想你心里面眼睛闭起，最想实现的事情。哦呀，他想咋子？想你心里面最想实现的事情。我懂了。好了，书记，好了，可以吃了，宝宝。哎呀，二胡记大哥，等一下，问一下你刚才许了啥子心愿啊？这恐怕不得说。说一下呀，我们都想听啊。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许的2个愿望喂，第一个愿望祝愿我们的黑水越来越好啊，这个好。也希望我这个懒汉早点把酒戒了，脱贫跟到他们要致富。好愿望，就这个。还有一个啊。这个说，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说。说一下嘛。大胆的说出来。说了。说。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也找点枪，找到一个像你这样漂亮的婆娘。这个二姑姐，你看这个二姑姐哦，只要你努力，你的这2个愿望都会实现的。好。这样子，把我们这个小区的酒也满上。喂。办起酒杯呢，我有个提议。我数1、2、3。我们一起祝他生日快乐，好不好？好。来，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好不好？来，1、2、3，生日快乐！扎西德勒。
掌声鼓励一下。问一下现场的朋友，跳得好不好？好的话，再来一点整齐的掌声，好不好？太棒了，这个舞蹈非常美。今天非常荣幸再一次登上了我们中国彩铃之乡黑水的舞台上，感到非常荣幸。对，而且我身边这位美女呢，是咱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黑水姑娘。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黑水的变化越来越大了，对，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变化。那您作为黑水本土的姑娘，有什么感触？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好的，说到黑水的变化呢，首先我感受最为深刻的就是来黑水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没错。而且呢，黑水的美景在大荧幕上的出镜率也越来越高了。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国庆档上映的，你知道的这个高票房的这个电影《中国机长》，也是在我们这个黑水县的达古冰川取的景。我就是听说这个电影里边有黑水的镜头，我专门高价去看的哈。哦，原来是这样。那包括还有最近这个拍摄的《追风少年》等等，可以说我们大美黑水呢正在向世人展现它神奇的色彩魅力。说的太好了。其实每年这个彩铃节的这个演出也是一样，一年比一年精彩。除了给我们现场的五湖四海来的游客展示我们本土的文化之外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很多大家所熟知的知名的歌手。对，多吉哥说到这儿呢，我想说的是，我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接下来这个歌手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藏族歌手，而且呢长得特别帅。昨天晚上兴奋的都睡不着觉。哎呦，我也苦了这个孩子，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啊，兴奋的睡不着觉，没错，很多像你这样的同龄人心中的男神，那就是我的好兄弟，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藏族著名实力派偶像派歌手。称之为神奇小子的次仁桑珠，有请。黑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藏马扎西德勒。把你们手中的红旗飘起来，好吗？那是从雪上采下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一张天下最美的脸，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腾空的志愿像白云越飞越高。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年轻的心不会衰老。
牵引着我，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哇，红歌啊，红歌唱响了打鼓冰川，大家说唱的好不好？多谢呢，太棒了，多谢，谢谢，谢谢，又一次见面了啊！主持人你好，每年五一我们俩都在一起啊。那我们当中呢是第一次来到美丽的中国彩铃之乡黑水，对，能不能分享一下你此时此刻的一些感受？我此时此刻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我觉得第一次能够来到黑水，这里有古老的文化和历史，这里的人们非常朴实，非常的勤劳。然后还有我的老师齐丹布也是出生在这里，所以说呢，我来到黑水非常的兴奋，而且我跟黑水非常的有缘分。哦，明白了。原来我们桑珠的老师是我们著名歌手黑水人齐丹布老师哈。是的。那问一下大伙儿，就这样下去，还是再来一首？你们说了算。谢谢。如果再来一首，打起精神，要不要再来一首？今天也是，今天我也是带着雪域高原圣地拉萨的祝福来到美丽的黑水，也欢迎在场的以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能够也来到美丽的西藏圣城拉萨，好吗？谢谢，扎希德勒。来，接下来我们桑珠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对，我第3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也许大家都听过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的故乡爱帕语》，是我的天南巴佩语，唱嘛扎希德勒，托起。来，有请音乐。阿罗呀，达达拉嘎维罗耶嘞，阿罗呀，达达拉心比较耶达宗。嘿，你们的热情在哪里？扎希德勒。他开的世界球地，恰当可的小子我上啊看出这是法语，从我不语面这不我就没懂这里，大脑路旁边就上啊种种都是法语。
好听吗？谢谢。希望黑水的明天更加辉煌灿烂，扎起的嘞！情不自禁多波多那错没多怎么就用一个主角傻傻的不爱一把一听着嘛先都了比我也跟你们点点没不木了呀嘞傻傻的总爱一把一扎起的嘞，多谢。再来点尖叫声好吗？cho tình cha tan cả yok tiếng ngô sa ngã thang chúc kế sĩ pa thong a bo yi min cho bong cho me ton zi de ta no lu pa tin de sa ngã chúc chúc to sĩ pa再给他来，谢谢你们。那把他叫他拼命打火机，出口就去。叫他入这就国际社会，能让得到一些，积极了一些，啊，他叫他得到啥了，积极啥了，跟着后边，这叫他平常的比，叫他们去生那国家平常的比，啊，他的代么什么位，代么什么来，是大概的，日历代么查啥吧？别人nam là trên căn đá mê lá rệp phơi xiang, sa là càng chăng xì mê đỡ chân bảo. Để ngã cho nhầm tờ gà vì lợi yang liên xí xí bị giáo trâu trọng. Ngã cho nhầm tờ phân sân cho bị mới đi nè chờ răng chân ngã mu nhầm tờ nhon xí. Dễ tu nam bà trả vì răng xuống khâu yu lông sơ xua. For a long time, it has been a fantastic place for explorers. There are big colorful forests and big snowy mountains. 亲爱的朋友们，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生命的记忆，更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出自于黑水的非物质文化，如卡斯达温、阿尔麦多申布、圈德迪等一大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呢已经多达142个。没错，那保护民族文化的源头根脉，守望精神家园的初衷未来，
展示文化遗产的神奇瑰丽，演绎多彩黑水的浪漫情怀。那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第2篇章——人文黑水。轻轻走来，身旁的杜鹃花纷纷盛开。究竟是谁的歌声耳边徘徊，像蝴蝶挥舞翅膀，澎湃了我的情怀。究竟是谁的眷恋亘古不变，像雪山放飞白云，放飞了我的梦想。红色的呀天下，你是七彩高原坚强的臂弯，站在你心上，我就握住了世界的手，我就握住了世界的手。呀，开下红色的呀开下，站在你心上就握住了世界的手。究竟是谁的容颜比太阳精彩，像黎明带走黑夜，带走了我的无奈。究竟是谁的心里比月亮纯洁，像传说温暖寂寞，温暖了我的期待。红色的呀天下，你是七彩高原坚强的臂弯，站在你心上，我就握住了世界的手，我就握住了世界的手。呀，开下红色的呀开下，站在你心上就握住了世界的手，站在你心上就握住了
清晨安全，清晨安全，清晨安全。欧太极，欧太民，欧太人。必须干嘛呢？这些是出击龙巴，我拿下，前提下，三路之下，达瓦塔这个城墙安全。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还能想起我，我是大王。这次呢，专程从西藏拉萨，带着布达拉宫的祝福，带着大昭寺的祝福，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献歌。我也祝愿家乡越来越好，繁荣富强，摘地嘞！
深处，梦在守候中。走进岁月深处，梦在守候中。黑水不想走，深切的土地把我留。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这个拉力西莫传唱了那么多年，说心里话啊，作为一个藏族人，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版本。是、啊，今天我们终于听到了弹唱版的拉力西莫，再来点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其实我们黑水呢，除了拉力西莫，还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的这个姑娘作为黑水本土人，能不能给我和大家以及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的，千百年来呢，藏羌民族文化以及安多藏族和嘉绒藏族的民族文化呢，在我们的黑水交汇。由于其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在长期的时代演进和变革过程当中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形象，而且呢，地域特色显著。截止目前呢，我们黑水县拥有着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总共为142项。其中，这个卡斯达温和阿尔麦这2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更是传承至今，历久弥新。太棒了！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更加精彩的歌舞表演。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出场的歌手呢，必须要有多吉哥来报一下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呢，是咱们藏族的一位美女歌手。哎呀，只有您懂我，我特别喜欢报美女歌手啊！来，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毫无夸张的说，是我们藏族目前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她就是雪域姑娘泽旺拉姆，有请。Oh, yeah.
呀咋哇子？关正清，重庆可以们不到那么匆忙，刚看不上。得让这些比你们的啦，那么很激动，很总希望了哈就个不轻松。得那人的你，忙把重庆个人力也得动，我们能错啊，这种就不容易，这些忙的人关正清。关正清，人力们他你，你比俺这些比流就不进，从嘛个不用说，推荐钱。呀，啷啷喳，就比个啦咻咻着，咻咻着呀，咻咻着。明的啊，喳啷啷喳，啷啷喳呀，啷啷喳，就比个啦咻咻着，咻咻着呀，咻咻着。我种给帮他熬着一人，两个兄弟做干了哟，啊喳啊喳啊喳，你们爱一波吧。我种给帮他熬着一人，两个兄弟做干了哟，啊喳啊喳啊喳，爱什么就说。心一扎，你啷啷扎，啷啷扎呀，啷啷扎，乐极乐极，sang sang嘞，sang sang嘞呀，sang sang嘞。心一扎，你啷啷扎，啷啷扎呀，啷啷扎，乐极乐极，sang sang嘞，sang sang嘞呀，sang sang嘞。人儿给我家汤姆给着，两个中间你才能哟，乐极乐极sang sang嘞，对我爱不吧。人儿给我家汤姆给着，两个中间你才能哟，乐极乐极sang sang嘞，娘妈大王你诺。人儿给我家汤姆给着，两个中间你才能哟，乐极乐极sang sang嘞，对我爱不吧。人儿给我家汤姆给着，两个中间你才能哟，乐极乐极sang sang嘞，娘妈大王你诺。Roswara the Trini, Zuntur Pisonchi, Boswara the Trini, Bostos Pisonchi, Gokule, Chahquecha, Ringway, Spangway, Ramangway, Kendi Awi, was nicht to Quay. This tis Antipe, Wama Antipe, a homer. Nemnia pat Quitatonway, Tuchini, Stumtushni, Stemi at Tushni,
这不是新的，是啥？这不能吧？这都车车有了，连里压建筑，先到南巴扎，这都车车有了，电视抽啊看，嘎注意嘎扎着。 It's just like after autumn harvest and full fruits, river intentions fragrances. 圣洁冰川，多彩黑水，优美的自然风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民俗文化，浓郁的风土人情。黑水在阿坝全州已建成1个景区，实现7个融合。 打擦亮9大品牌的这个全面进程中，我们始终在旅游产业当中进行着全面的升级。是的，全域旅游让风景变前景，乡村振兴脱贫奔小康。如今蒙河两岸产业兴旺，百姓幸福，黑水大地到处一派欢歌笑语。 欣欣向荣的景象。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3篇章《蒙河欢歌》。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好！西路西兰吧，咋个些马过？ 谢谢。
在场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来一首《这就是美丽的黑水》送给你们，谢谢。这里有圣洁的三好神山，护佑万物大地，吉祥安康。这里有美丽的卡龙沟，带你走进人间天堂。这里有神奇的大步冰川，守护情人潭，送你吉祥幸福。这里有彩虹般的森林步调，吉祥的羊绒哈的美如仙境。这就是美丽美丽的黑水，献给你洁白的哈达，欢迎四海宾朋来做客。这就是美丽美丽的黑水，敬你一碗清喝杂酒，欢迎尊贵的朋友来做客。最好是橘子吧。来，你们手中的小手帕一起摇动一下，好不好？谢谢。这里有圣洁的三好神山，护佑万物大地，吉祥安康。这里有美丽的卡龙沟，带你走进人间天堂。这里有千年的喀斯达文，不同的古老的民族传奇。这里有悠久的色尔库藏寨，传承着作曲人家神秘的图腾。这就是美丽美丽的黑水，献给你洁白的哈达，欢迎四海宾朋来做客。这就是美丽美丽的黑水，敬你一碗清喝杂酒，欢迎尊贵的朋友来做客。欢迎远方的朋友，请你来做客。呀
惜别连兄。那年谁不在一起？扎西别离在一起。那年谁不在一起？扎西别离在一起。谢谢谢谢，好一段天人合一、精彩绝伦的时装走秀，真的是在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从传统走向了时尚，我们从黑暗走向了光明。我们感谢舞台上的每一个节目。其实今天啊，这里的每一个节目都成了我们彩铃节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现场的观众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掌声可是从不间断。那现场您的掌声可否再次响起来呢？谢谢谢谢。每年我们这个彩铃节的这个节目呢，向所有的观顾现场的朋友，除了可以欣赏我们本土的歌舞文化之外呢，我们也大力的推广不同民族的声音，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表现。是的，这就是文化融合、民族团结。在接下来这个特别的时刻呀，我们要给大家隆重的请出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也是一位少数民族歌手。可以说啊，今天他来到咱们的美丽黑水，不仅心情激动，而且啊，他更是期待了很久。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家乡最好客的掌声，隆重欢迎蒙古族知名歌手云飞。水在地上流，云在天上飞，水是流淌的云，云是飞翔的水，水是云的爱，云是水的魂，水是前世的云，云是来生的水。云在天上飞，水在地上流，前世今生美丽美丽的轮回。你是水在流，我是云在飞，约定三生不悔，无悔的等待。水是云的爱，云是水的魂，水是前世的云，云是来生的水。云在天上飞，水在地上流，前世今生美丽美丽
谢谢。我们所有的黑水穴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飞，来自内蒙古，第一次来到美丽的黑水穴，真的我感觉的特别兴奋。虽然是路途有点遥远，赶得有点累，但是来到黑水穴，我看到我们这么美丽的风景，青山绿水，真的让我马上特别精神。刚才在上台之前，包括早上起来我也发了一些抖音，真的是我觉得这么美的风景，我也希望我能够做一点点贡献，然后通过我的一些平台能够宣传我们美丽的黑水县，祝福我们美丽的黑水县永远这样青山绿水。谢谢。再给大家唱一首也是我们一些长辈们那个年代喜欢听那首歌，歌名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谢谢。谢谢。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谢谢，谢谢。我愿放弃了柴产。去放羊，我愿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经典的衣裳。谢谢大家。手中的拍呢，一起举起来好吗？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谢谢。我看到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掌声特别热烈，就我们前排我们领导们掌声特别少，就是领导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掌声呢？谢谢。再次给大家带来一首也是我家乡的歌曲，应该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应该熟悉这首歌，歌名叫做《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谢谢。
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它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如今终于见到辽阔大地，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好。虽然已经请接纳我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哦，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哦，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母亲的河。谢谢，谢谢。
个skala puluk sargo nakhla个出去龙吧这就是那比这是提出这或这么去比故事是那比什么知道你日那比见面是批数的话你不过这或这么去比共产党什么之啥共产党啥老之啥共产党能之啥咱们大姐你这还是对个奶萨拉大姐你这还那是的是姐管奶管当然你是比个那是的处理这是看到公的家这是平等现在就这不能吧我去年的派有刚讲大家公平周围平等着我去年的没有媒体都就我他们结为平等着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this is the end of the 2019, the 7th Color Forest Festival. Please enjoy this wonderful moment. 今天我们欢聚在一起，清水也是美酒，歌舞就是我们最真最诚的祝福。一首首动人的歌曲，让人心潮澎湃。一段段激情的舞蹈，舞出的是崭新的未来。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繁荣，祝福我们黑水的人民更加幸福。是的，亲爱的朋友，今天呢，因为家乡1年1度的盛会，我们又相聚在了一起。那今年更是伟大的祖国70华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诗篇。今天，就让我们所有人怀着对祖国、对党这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全体起立，来，所有的朋友，让我们共同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来，现场所有的朋友，把你的小红旗举起来。
家乡特别主播能把俺最点的我从这个节里在超多的年就做送，请能把那下瓦郎中当彩礼内面用为扎心红灯着。亲爱的朋友们，相逢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友谊的花朵却永远盛开在你我的心田。2019年四川红叶生态文化旅游节暨黑水县第7届滨川彩铃生态文化旅游季开幕式到这里就圆满的结束了。祝大家幸福吉祥，扎西德！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离场的过程当中，请所有的方队一定要按照我们昨天的会议有序退场。请所有的方队在退场的过程当中，按照我们昨天会议的要求有序退场。谢谢大家，谢谢。现在，一个个到了积极比赛。